新竹县宣布，今年11月，竹北市、竹东镇甲湖口乡三个所在人口拢是真侪全国人口数上侪乡镇市。其中市的部分过去头名拢是彰化市，不过根据内政部的统计，彰化市的人口伫咧2010年开始就一直咧下降，等到是在竹北市到昨为止已经来到22万外人啊。这也互新竹县真侪乡镇甲市拢是人口上侪啦。 车路顶的车辆来来去去，大家准备去上班。根据内政部统计，新竹县竹北市这几年人口数不断增加，今年初人口已经来到22万人，这个月阁超车赢过彰化市，变做今麦全国县下市人口的第一名。这边就业机会多，然后商业也越来越发展，然后又交通虽然平时交通不便，但是往返南北都蛮方便的，所以在新竹县生活其实还不错。这样，大家可以看到竹北的施政发展有卓越的突破，不管是在国际的奖项，或者是专利的展现，亦或是创新，还有美学的城市治理，都可以看见竹北跟其他城市真正不一样的地方。请启动。 伫台顶欢喜庆祝摕到冠军，大新竹地区这几年因为科学园区的关系，人口增加的速度紧。到10月底，新竹县总人口已经有597144人。除了竹北市以外，竹东镇、湖口乡也是全国人口上侪镇甲乡。新竹县也升做乡镇市人口的3冠王。这几年来积极的来推动我们县政的政策，让我们这个3个乡镇市是让大家喜欢生活在这里。 居住在这里，让小孩子喜欢就业在这边，所以我们的政策的带动，让大家成为全国最大的乡镇市，这是我们看得到是最好的、最真实的一个回馈。县长尤文科指出，未来会继续以科技首都做主题，强化在地文化特色，缩小市区甲庄脚的差距，带动地方繁荣发展，互伫新竹县生活成做一款骄傲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